我们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问好，同时也来介绍做人的根本道理，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来跟各位大家一起来探讨。师父跟各位大家来报告，与其探究前世的情况，不如把握眼前的因缘。佛一再告诉我们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则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则是。如果说我们去探讨研究前世的所有情况，不如把握眼前的因缘。现在因缘来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？怎么用健康的心态来去处理这些事情？眼前好的因缘要珍惜它，要把握它。我们要种善因善缘，如果你种的都是善的，那么未来回到你身上的果报也是善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了解过去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这一辈子这么苦，倒不如你现在好好珍惜眼前的这一切，把握当下，让心态平静，不起烦恼，不起妄想，不起贪，不起嗔恨心，不起骄慢心。眼前你如果能好好跟大众相处，快乐的生活，那这个好的因缘你就珍惜住了。与其寄望来世的美景呢，我们想说要寄托希望来世有一个很好很光明的未来，不如耕耘当下的福田。你就好好认真努力的去播下善的种子，好好去付出奉献，耕耘当下的福田。什么是当下福田？比如说别人遭遇不幸，你就尽量的为他来处理，为他来解决，无形之中就增长你的福报，来世必然是好的结果。你种的善的因，一定有善的果报嘛，这必然的嘛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间未到啊。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，与其期望来世的美好前景呢，不如你现在好好努力，认真的去播种当下的福田，认真努力去付出，为别人多奉献，多广结善缘，这样你福报就增长。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，来跟各位大家一起分享。阿弥陀佛。